大家好，今日嚟玩呢隻 game 叫放置收線，咁有啲離線收益啦，最多係12個鐘。咁我哋可以招募一次夥伴，可以嚟個十年抽。跟住可以盜劫啦，盜劫。咁繼續打關卡，咁可以買一買啲功法。咁有啲通關獎勵、福利、在線獎勵、精英招募、幸運抽獎。咁可以睇下排行榜啦，我哋排行第13。咁今日段片就到呢度先，拜拜。